数以百万计的观众预计都将收看美国时间24日登场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，但很少人知道这场星光熠熠晚会的得主是如何产生的。奥斯卡殊荣由近8000名圈人士票选决定，今天是本届投票截止日。法新社会整出奥斯卡24个奖项赢家是如何在复杂且时而让人困惑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。加州洛杉矶的美国影艺学院 （AMPAS） 目前有7902名投票成员。学院成员分成17类：演员、导演、制片、服装设计师等，必须在相关领域中十分活跃或成就非凡，才能成为影艺学院候选人。学院委员会1年审一次申请表，并握有谁能加入这个精英组织的最后决定权。学院成员原本享有终身投票权，但为了排除不再活跃于产业的投票人士，2016年后的投票身份改设10年期限，并可延长。终身投票权仅颁给挺过30-40年期的人士，而不再活跃的成员会变成无法投票的荣誉会员。影艺学院原则上不透露投票名单，但2015年及2016年掀起抗议入围名单缺乏有色人种的井号奥斯卡好白井号 Oscars so white 后，主办方试着让奥斯卡更具包容性，誓言让女性及少数族群成员在2020年前翻倍。影艺学院去年6月采取不寻常的步骤，公开所有928名受邀加入学院的成员名单。根据多媒体新闻好莱坞报道 ，THR 若928人全数加入，影艺学院目前女性占比将达31%，有色族群达16%。17类的成员依各自专业选出入围名单，例如演员圈选演技类别的入围者，导演人才则选出最佳导演奖入围名单，以此类推。至于最佳外语片及最佳动画长片等特定奖项，入围名单由特别委员会选出。最佳影片大奖的入围名单则是由所有投票成员选出，赢家由所有投票成员圈选产生。所有24个奖项中，有23项奖落的票数最高者。但对人人觊觎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，奥斯卡自2009年起采用一套复杂的偏好投票制，让投票人依喜爱程度逐一列出心中排行。一部片只要赢得超过50%选票即直接胜出，否则，会计公司资诚国际有限公司 （PwCIL） 将动用排序复选机制，也就是投票人心中排行第1名的票数最少入围影片，票数将自动归入圈选者第2名的入围影片。这个淘汰机制将持续进行，直到有一部入围影片的票数过半为止。中央社